唔好以為狂甩頭髮，日日覺得攰，減肥又成日反彈，係因為你年紀大咗，其實好大機會係你身體已經嚴重缺乏蛋白質。好多人以為蛋白質淨係做健身先要食，大錯特錯。蛋白質係組成你皮膚、頭髮甚至免疫力嘅最底層基礎。當你食得唔夠，身體為咗保命，就會被逼向你嘅皮膚同肌肉開刀。首先遭殃嘅就係你啲膠原蛋白，皮膚開始鬆弛，跟住就到頭髮變幼、變稀疏。最慘嘅係，明明你已經食好少嘢，但都係咁肥，因為流失嘅全部都係幫你燃燒脂肪嘅肌肉。新陳代謝一慢落嚟，你就直接變咗易肥難瘦嘅體質，連飲水都會肥。加上2026最新嘅飲食指南指出，成年人每日蛋白質需求已經大幅提高，10個有9個人日常飲食都係唔達標。到底你而家身體嘅蛋白質儲備係咪已經着緊紅燈？唔使估下，留言檢測，我安排送一次專業身體蛋白質檢測俾你，名額有限，即刻留言啦！